純上天然嘅朋友咧，一定要試下自己咧 DIY 去做呢個天然酵母喎。其實咧，一般咧做天然酵母咧個過程咧都係十分之複雜嘅。佢唔單止咧要自己去配合個溫度啦，仲要每一日咧都要加麵粉同埋水咧，按比例咁樣去餵養，而成個過程咧差唔多咧都要1個星期嘅時間咁耐嘅喎。咁但係咧而家咧有咗 Panasonic 呢部機啦，其實我哋撳一個掣就可以喺24小時裏面咧就完成呢個天然酵母嘅製作過程㗎啦。咁咧大大縮短咗咧我哋個時間之餘咧，亦都可以好方便大家嘅。首先做天然酵母，天然酵母倒入天然酵母培養容器，將水放入攪勻，閂蓋，放入冇安裝葉片嘅麵包容器裏面，再裝入麵包機。選擇食譜22，撳開始。天然酵母製作需要24小時。完成之前千祈唔好打開麵包機啊！聽到嗶嗶聲，撳取消鍵，立即將天然酵母容器攞出嚟，直接放入雪櫃保存。酵母完成之後就開始做麵包㗎喇。首先將麵包用葉片裝入麵包容器，首先要放入做好咗嘅天然酵母，再加入其他材料。留意放高筋麵粉等材料嘅時候，要令中間部分高過周邊，之後先圍住麵粉周圍加水，將麵包容器裝入麵包機，選擇食譜19，撳開始。聽到嗶嗶聲就代表麵包已經完成，咁就可以撳取消鍵，拎個麵包容器出嚟，冷卻2分鐘左右之後取出麵包。整天然酵母最重要係控制好溫度同時間。Panasonic 麵包機獨有嘅控溫功能，可以令天然酵母喺適合嘅溫度下發酵，簡化中間嘅過程。用呢部機整天然酵母麵包，真係慳返好多時間㗎。麵包自己做，健康好味道，喺街都買唔到㗎。Panasonic